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要来甲你讨论一个你我拢会拄到的代志，你一定有手机啊！手机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无想到变做是家长、老师的噩梦。学生抗议剥夺所谓禁用权。 但是，一旦拍开就惨歪歪，也是要有限度来管制，才有符合这个时代。今仔日4位个5位专家学者以及学生本人到底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中湖高中高三学生代表詹铁伦。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全国教师会的副理事长，也是南崁高中的历史老师张庆峰。主持人、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教师会副理事长张庆峰。那么第三位是咱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共同创办人张玉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玉明。 那么第四位是咨商心理师蔡培纯。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咨商心理师蔡佩纯。那么第五位是在法国里昂大学语言学院的副教授林桂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伫法国的副教授林桂苗。那么首先，咱就关心这代志爱安怎开始呢？ 这南韩通过了一项禁令，规定学生伫上课的时阵袂当用手机啊，或者是智慧型的装置。按算讲，明年3月份要开始实行。不过，有学生质疑讲，这条禁令无一定会当解决手机啊会丢掉的这个代志。啊嘛，台湾呢今年的5月份嘛有公告一个校园手机啊管理原则的。 草案本对这个学期9月就要来实施，所以引起了学生甲教师团体的抗议。教育部即阵啊讲，会搁再收集到意见。特别开学啊，学生囡仔伫课堂，大家手机啊一直耍的经常，为明年3月开始就会禁止。 반대 30일인 기권 17인으로서 초중등 교육법 일부 개정 법률안 대안은 가결되었음을 선포합니다. 根据这个法，学生上课期间一律禁止使用智慧型手机啊、智慧手表啊、平板电脑，也甲笔记型电脑，这有通讯功能的智慧型装置。手机禁令是惊爱算甲会严，有愈来愈侪研究指出，手机啊算掉的，这学生囡仔大脑发育甲情绪成长歹处真侪。不过法案嘛有设置的例外情形，若是学生囡仔因为身心障碍，也是特殊教育需求，也是因为教育的目的紧急状况，经过校长甲教师同意，会当伫课堂内使用相关 设备，南韩人口5100万，政府调查发现，2024年有1/4对手机啊先过头使用，10岁至19岁青少年比例加一倍，差不多43%，而且也持续伫增加。南韩毋是头一个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手机啊管制的国家，芬兰甲法国已经有针对小学也是特定年级实施类似的措施。意大利、荷兰甲中国是将禁令扩大到各级学校。 上早实施青少年社群媒体限制的澳洲，这阵嘛进一步扩大相关的范围。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咱睇看这个新闻哈，首先看到的是南韩是用法律来禁止、来规范。啊，咱看咱这个图表，咱这个叫做学生带行动载具教校规范，这不是法令哦，这头一个。第二个。 你看伊制定原则目的，伊写的是促进教学品质、学习成效、学生身心健康、维持校园秩序以及安全、教导行动载具使用礼仪啦。哦，是要有较，互你较礼貌，大家较有秩序安尼，毋是要来禁止，讲甲真温顺。所以我看吼，咱要至到亲像韩国安尼用法令。 来禁止可能是阁真远，不过这个代志已经若是校园内面伫处理，大家有还是有囡仔的家庭已经开始吼，自3、4岁就开始会
发现啊，伫餐厅你毋是看到妈妈咧叫这囡仔莫讲话，是摕一个吼一个 iPad 放在遐啊，随着点点。我要先问吼，詹同学，吼，恁同学内面有安尼一日甲摸个手机啊，安尼咧看？嘛是有部分同学。部分哦，对，是部分啊，尔还是大部分，还是一半？少无济啊，对，无济啊，对。哇，恁学校的可能是大家是较学习、较为重哦，吼。会使安尼讲。啊，所以大家意见拢有志一同，讲手机啊是歹物啊，毋通定定咧，还是讲无啦，转去才来拍电动玩具。就是要做啥物代志的时阵就做，啊，无想要咧上课的时阵直直耍手机啊。所以这是恁迄班的情形，还是恁即个年级拢是安尼？我朋友甲我附近的人是安尼。是，我的意思是讲，是恁即班较有自律。会使安尼讲。会使安尼讲。啊，你会当讲，甲你同年纪的人，或者是比你较细汉的，可能无即个自律的心哦。对。啊，所以恁的态度是啥物？阮的态度，阮是感觉讲，阮高中会当家己处理即件代志。阮爱啥物时阵用，啥物时阵去配合学习，还是要讲，就是想要家己管啦，无想要互学校。所以恁甲校方来争取。嘿，对。啊，但是头仔你佫讲，你有观察到讲，比你较低年级，或者是讲其他的同窗，嘛有的人去调调的足济啊。对啊。啊，你认为讲，这大家吼不在心中做，大家个人主导，是这个意思吗？是。哦，你认为爱这种较自由的态度了，对吧？就是本来会读的，伊就是会读，啊，本来。这就趣味啊！你认为讲有手机啊，伊虽然算懵算伊啊，佮该读册的时候，伊会去读册。我是想安尼啊。啊，你甲禁止伊就是袂读。你甲禁止就是有可能，阮感觉较歹读啊。有寡部分的物件，阮要查资料，还是要创啥，阮就需要手机啊。所以你是自这个所谓禁用的这个态度，讲啊，叫我要上网络，我都无法度安尼。对啊。但是你有电脑啊，你会使炸电脑啊。但是无一定大家拢有电脑啊。啊，若学校用一个办法讲，你要来租电脑，互你用，免费的，你买？看学校的买是安那的。吼，因为为着手机啊这项代志，因为你的这个需求是要上网去求学问，去要求资讯嘛。啊，如果我若是用平板来甲你替代，啊，互你通使用，安尼应该当解决这个问题啊。而且佫有遐符合我老师的烦恼，讲哈啊，就毋是讲大家都像你占线是安尼遮自律啊。啊，你有同意无？我同意。你有同意吼，所以你的问题当解决就可以。如果伊有其他的办法会当处理这件代志，我感觉会使。啊，老师，你感觉安怎？恁学校咧，恁很难看咧。阮学校其实是家己有一个管理的办法，啊，这个办法内底有写讲，囡仔你也是要带手机来学校的话，你爱先写申请书，好，申请爱申请过。啊，另外呢，就是阮学校是规定讲，手机爱统一管理，啊，毋过管理是放伫班上啊，伫班级内底。一个箱啊，饲家庭啦。所以像讲阮学校咧，即马就是每一个教室内底，阮拢有一个像安尼，吼，就是一个手机袋，就是一个袋啊。点光明灯毋是啊，顶头就是有大家号码，吼，所以你的手机啊，上课的时阵，就甲放伫即个袋啊内底，吼，你1号你就放伫1号，2号就放伫2号。啊，原则上呢，你落实内底啦，吼，这是办法内底安尼讲，啊，毋过嘛是爱看每一个任课老师伊的想法。有的任课老师伊会较在意的，伊就会较严格要求囡仔一定爱课。啊，有的任课老师就较无在意，就是较无管遮尔严的，安尼就无一定囡仔会甲囥起哩，吼。所以我学校是用安尼即个方法来管啦。啊，毋过
阮感觉办法定出来吼，有一个较大的麻烦是，你安怎甲落实，然后搁有的你算囡仔意思是严官府出搞察？阳光出搞才嘿对，还囡仔因为我有听有当时讲吼，有嘿囡仔吼跳工去就上网络吼去买假，我感觉阮学校囡仔较袂安尼。查呀，敢有？有吼，你看。这是爱看的，啊，毋过因为我学校其实管的无遮尔严，无遮尔无弹性啊，所以囡仔做安尼方式较少。啊，毋过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讲今日也是讲囡仔，阮叫伊囥，伊无爱囥，就有可能甲老师就会产生足侪的冲突。啊，这个冲突可能会变甲讲，像阮顶学期就有老师因为你管手机的代志，结果嘛是可能去用送教师会议啊，对，因为。就是一些状况，冲突，对，有冲突，然后冲突绝对就是老师的问题。好，所以后来去送教师会议，这都是有这样的代志哦。所以为什么伫老师内底，阮会希望讲政府你也是感觉这个代志足重要。其实阮现场老师拢感觉这足重要的，会希望讲政府会当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但是政府即马互你的是叫做使用原则啊。是啊。为着礼仪啊。对，阮拢足希望教育部的官员，你会当来教册教一礼拜看卖。这就变讲老师你要管，你得爱要管，唔知要安怎管啊吼？管有可能对老师来讲有一点仔危险，就算管哦，然后给你记过。记过你安怎落实嘛是一个问题，因为即摆记过对学生来讲是无啥物要紧啊。我感觉网啊定着对，可能连定都无感觉。所以像讲你记过，就算你3大过，咱以前可能你就袂当摕毕业证书嘛，吼，即摆嘛是袂当摕，吼，你摕修业证明，啊，毋过修业证明对囡仔来讲，伊嘛会当去大学啊，伊嘛会当读大学。所以阮伫现场来看，你就算你有安尼惩罚的方法。其实对囡仔来讲嘛，无啥物贺主的效用，所以到底要安怎做？吼，即个当讲，会当互囡仔知影讲，其实你安尼是毋对的，啊，佮会当达成咱所上课会当认真，其实这是拢爱需要做些讨论的。老师，我先翻头来问一个问题，因为詹同学啊，詹东阿啊，吼，伊讲因要用使用手机啊，是为着方便会当来上网来找资讯。啊，咱是因为希望学生囡仔上课时会当专心。这两项代志，敢会有冲突吗？你查资料一定爱伫课堂上查吗？你一定爱立刻马上，你得爱摕到答案吗？这嘛歹讲，有的人性质较急啊。有想讲老师你讲唔对，我想甲你查，我要甲你吐槽。安尼就无你专心你上课啊。有当时啊，你迄个立即性的这种，无一定是经过思考，是有深度的思考的。你敢若是想讲，就假如如果是这个心态话，你敢若想讲，我要安怎督导这个老师安尼啊？这无一定是。我是记这个较极端啦。我意思讲，占东阿，你可能也希望讲，我就无爱人管，我会当自律，做一个自主的人啊。我感觉爱回到。我有讲对无？其实爱回到就是讲老师伊上课，他伊的教学认可他的一个上课的内容，甲伊的方式。有的课是讨论课，讨论课其实是会当摕手机，也是讲平板，像阮学校会当借平板车，吼，这车内底有40台的平板，你这个班你就会当用。哦，嘿，阮学校是有这个设备，其实嘛有足侪学校应该是有这个设备，吼。过去呢，教育部为了担心讲偏乡的囡仔吼，伊呢有数位落差的问题。其实教育部是这部分的钱是付足侪，所以有足侪学校，even 是小学啊，迄拢是有的。恁中学、高中无？无迄个平板车。有，但是恁就袂去用，还是讲无够啊？无够啊。就阮家一台还是2台尔，啊，阮遮侪班要用，阮50几班。恁50几班就对啦。吼，安尼咱先来问吼法国的情形啊，咱吼直观来想讲，哈，这外国囡仔又去上课，搁较歹管，吼啊，人外国人可能较自由，但是哦，我看吼，不一定哦，那瑞典吼是家长教师没收，
通知家长，澳洲是进行着所查没收，勒令停课或者是被开除哦。南韩嘿，即摆是一律禁用智慧型的这个装置哦。我要线顶先请这个咱的林教授林教授，嘿，你会当甲咱讲即摆法国对着这个中等阶级还是中学以下的学生是安怎来做管理？法国即摆的情形其实就是讲基本上伫学校内底是袂使查手机也会使查，但是袂使摕出来。上课的时阵拢是收伫学生的包包内底安尼。若是偷偷出来，你用都袂使啊。若去用脏着，有啥物处罚吗？来，老师看到，个会讲，你袂使哦，你迄手机爱收起来哦。学生若唔听，即个时阵可能会没收。还是讲会去联络老师安尼，所以法国是算严格的执行。有通落实无？因为像头拄张老师讲的啊，就不时囡仔甲老师就起冤家，到上下尾，老师就去用上这个告评委员会。这其实这个问题要安怎讲咧？我拄其实想着讲，其实这我感觉有一点像咧。到底几岁的时阵，囡仔会使开始，譬如讲啉酒啊、食薰啊，你爱有一个年岁的界定嘛？你因为拄其实我咧听，我就想要讲，其实囡仔若讲去大学了，因伫大学内底个无即种啥物管理手机啊，用啥物的代志，等于迄个时阵的大学囡仔个拢已经成年了嘛。所以其实高中生伫初中内底，这囡仔的时阵，照讲是应该爱听老师听爸仔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因为要未未成年的嘛，安尼。但是以我所知，西方世界，这是对这个。成年的这个态度，一个个人主义较重，这就是趣味的所在。无毋对，伫西方、伫法国，这种个人主义较重，但是无代表讲会使放任所有的自由。因为你若放任所有的自由，你这个变成有可能会妨碍到其他的。比如讲老师伊教册的工课，伊爱有法度维持一个教师内底的一个纪律嘛，较有法度讲，互所有大部分的囡仔拢会使好好上课学习，因为无毋对专心，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能力啊，即摆已经变成一个能力，有法度专心好好做一项代志无？所以为着这，林教授歹势，我甲你请教你家己厝里有囡仔吗？有，有。是搁爱到即个管制程度，还是讲已经无需要来管制啊？拢爱个爱。未成年，未成年呢，未成年呢。但是你咧来管制的时阵是用什么什么说辞甲讲你著爱好好读册，安怎拄安怎？还是讲你用法国式的教育来讲，你个人的自由会使，但是你毋当妨害到整个咱班级的即个秩序，伫厝里毋当用甲习惯了后，去到学校你无法度戒除，用到一种方式。其实我的感觉是，其实你虽然讲囡仔是囡仔，但是因其实拢知影代志的。你讲，譬如讲伫厝里食饭桌顶，袂使用手机这种家规，是基本的讲，你拄讲到礼仪这个物件嘛。其实囡仔人毋是因为囡仔人伊个无法度去了解，因是知影的，讲俺大家坐做伙食饭，你若安尼无礼貌，对家己爸仔母无礼貌，出去外口若共款安尼嘛无礼貌。所以其实像
班级内底有班规啊，厝内底可能爸仔母应该嘛是要有迄种某种程度的家规，比如讲伫困的时阵比如讲是袂，阮是袂使炸手机啊去做伙伫房间内底困的，比如手机啊放伫外口，逐个充电的所在拢放做伙放伫迄个客厅的外口，安尼袂使扛手机啊做伙困即种规则就对啊啦，这是一种方法。我感觉无需要太一直用啥物语言来讲，因为囡仔人其实你若互因知影讲大人尊重因是了解的，其实足侪物件其实会使从为潜移默化的迄种方式啦，爱相信因嘛是懂事的，知影讲安那大汉的囡仔知影讲安那是待人处事的基本的道理呢。所以林教授，你的意思就是心教重于言教啦。嘿，言教的时阵太济吼。老师，我甲你问一项吼，你伫大学咧教册嘛吼？恁法国的大学生吼，敢有咧甲你尊重讲老师咧顶头讲啊，我也是问粒目睭啊，恁甲你看，拢无咧低头，拢咧剃头咧看手机啊？拢有。我会使甲主持人回答讲，所有的学生啊，当然拢有迄种足认真的坐上头前的啊，手机啊拢袂摕出来，足认真听你逐句话，也是上坐上后壁伫遐讲话啊，阮个爱制止迄种会伤差的迄种学生啊，其实拢有，所以这尤其讲大学嘛，大学这各形各色的学生啊。老师。像这种时阵，你会处理袂？你会出手袂？会啊，当然啊，一定爱啊。第一堂课，我刚做去开2的时阵，随新的一个班，随有学生啊，随迄个讲话伤大声，我个爱随制止啊。因为你无随互学生啊知影讲，这个教授伊是不允许有学生啊安尼打扰其他你过你个歹做啊。所以特别是第一讲的时阵，爱互学生啊知影讲，我伫我即个班内底是有规则的哦，这是嘛是为了讲，互大家拢会使好好啊学习的呢。是好，林老师，你暂时在线顶小等下吼，因为现场啊跟2位来宾，我有发言，你来听看嘛。当然。继续，我要请咱这个理事长吼，理事长，你也经过这个，算作你是青年，因这青少年时期。恁迄阵时手机啊有这流行无？嘛是有啦，但是用这智慧型的较少。但是我读高中的时阵是，若是你入去学校内底，你的手机会使插伫身躯册包内底。身躯边。但是你袂使开机安尼。袂使开机哦。不能开机啦。老师也检查说，你这有开机，袂使。是袂但是你若是手机震动。就亲像咱录节目共款，你手机震动还是有铃声，就代表讲你是无。但是阮歹势甲你挂出去哦。迄个时阵，咱学校的方式就是暂时保管啦，俗称叫做没收啦。但是较无共是讲，你放学的时候我还给你安尼。但是你对反弹的同学无？我是想讲，迄个时阵较少，毋过即摆的时阵是咱用手机是越来越频繁啦。我伫高中的时阵是可能是10年前，所以迄个时阵你若是爱用手机查资料啊，甚至是你爱用手机上网那个时候可能你的手机较无迄网络安尼，所以即马大部分的学生拢有吃到饱，手机网络吃到饱安尼，我直接问你像韩国安尼用法律来规范来禁止。甲咱台湾用这个礼仪来做规范，这等级差真济。像张老师就讲，你拜托你教育部你嘛做好心的，你嘛较有警架头的，看是要安怎互阮较好处理。恁青年自主，恁家己认为安怎？我是支持讲，若是咱有这款的法律，是会使来讨论，因为讲伫旧年的时阵，其实立法院就有咧讨论。迄个时阵就是有老师的代表，还有学生有足侪代表去立法院讨论。但是讲教育部的讨论是
家己咧讨论啊，比较没有跟学生啊，还是讲其他的团体咧讨论。啊，就是讲即卖的迄新的规则，较大的问题是讲，我是感觉讲规则不够细致。因为咱南韩的教育的方式，甲台湾是足无共的。台湾即卖新的课纲有足侪新的需求，可能你伫学校内底你爱做学习历程，就是讲你若是厝内无电脑、无手机啊，你会使用学校的电脑去做。尤其要来挖学校的网络。嘿，是啊，但是讲你足侪的，比如讲课程，还是讲其他的你的报告，你爱翕相，你爱去做其他的代志，你就爱用你的手机啊。啊，搁有些自主学习，自主学习就是讲你家己去学习一个，若是讲摄影啊、学习语言啊等等。所以讲，甲其他的国家，还是讲过去咱学习的方式是足无共。哦，所以讲我是想讲，伫不同情境、不同课程，教育部会使较细致的去规范。啊，搁有讲。咱即卖这规范啊，内底嘛有足侪不同的载具啊。载具毋是讲咱那个刷载具的载具，载具是讲咱手机也是一种载具，平板电脑，平板电脑嘛是，啊，搁有智慧型手表，这可能大家无想到的。啊，但是讲这无共的载具，迄管理的方式可能爱无共。啊，即卖就是讲新的做法就是。较无这细致的规范，我是想讲有这机会，学生甲学校大家讨论，嘿，这无共的载具，无共的。但是吼，玉明啊，我突然想到呢，咱吼台湾有捷运吼，是应该是民国在1987、88左右吧，哦，差不多87、88应该是差不多迄个卡头啊。迄阵时就是规范讲，你捷运内面就是袂当食物件，要你啉水都袂使。是，我当面乖乖啊照咧行，吼。所以我咧讨论的是，说来要请教着这咱的蔡老师吼，一个规矩的成立吼，一开始就还立不好，啊，就大家就照顺序行。有人讲吼，咱台湾上水的风景就是人，吼，大家拢安尼排队排正手平，吼，电梯安尼足顺序，啊，捷运内面足清气溜溜，吼。虽然后拍打啊，讲一两只，这个无守规矩，咱会当安尼田豆干切五角来切落去，就安尼吗？还是讲咱爱信任像占东学因这种遮自律的精神，这人性要安怎？要安怎来扣紧，要安怎来处理呢？我伫个对心理学吼安尼出发，啊，我伫个社区嘛接触足侪安尼高中生、国中小的囡仔拢足侪吼，啊，即个手机使用过度的问题一直拢存在啊。毋过我伫个站在心理学即个角度吼，还有接触学生仔的心态来看的话，其实伊是做些都得面向的啦。吼，像头仔你想讲一件代志，就是讲吼，咱拢知影讲青少年时期就是性别吼，然后自我认同的迄混淆期，就是讲他正在形成伊家己的样子，啊，伊嘛毋知影家己的样子是啥物样子，所以。咱伊这大量的资讯入来的时阵，伊会想讲，看这看迄看迄，吼啊，即摆的手机啊，真正足进步吼，当年拢出新的吼，啊，对囡仔来讲，迄个是足大的吸引力。像头拄仔主持人嘛，伫遐咧讲，咱有即个科技的迄个限制无吼，毋是讲限制，头一直咧讲，即摆囡仔敢会因为 Apple 敢会较少？真正无诶，阮伫咧社区看吼。无管伊的家境如何，囡仔拢真正有一支 Apple， 吼，所以比如讲，即个比如讲是一种文化嘛，比如讲，你有，啊，阮同学有，吼，啊，因就会透过来对 App 啊，吼，啊，游戏为啥有限制，开始有限制游戏成瘾，即个诊断出来，或是伊真正是花足侪时间伫迄网络上，啊，伫迄游戏，啊，毋过伫即个青少年的阶段，游戏常常是因的自我认同，还有跟人家交流。吼，所以头拄仔老师吼啊，理事长吼啊，学生嘛是代表嘛有咧讲，张同学嘛有咧讲，咱是要安怎对即个行囡仔诶建立即个关系？还有法国诶即个教授嘛有讲吼，即家长或者咱老师啊，学生啊这4项要安怎
吼，第一这个自我认同的阶段，需要大量的资讯爆炸吼，以要安怎过滤这个资讯，毋是一直举这个手机啊，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吼啊，伫个遐敢有人还要按赞无吼，啊我发文有人了我看。但是赵老师，你安尼讲起来，老师要做代志有够做啦，学习历程啦，爱甲教，啊，搁爱甲讲你手机啊，你都毋通这毋通迄啊，你要注意这。往事像鸡尾炮啊，逐记落来捌透透呢。老师伫个学校的话吼，阮像咧伫个社区吼，一寡拒学的囡仔吼，也是手机成瘾来寻求协助的囡仔。啊，阮会晓讲吼，就是讲，咱要爱啊囡仔讲，像头仔讲嘛，咱来讨论吼，和囡仔讨论，毋是讲啊，咱今仔讲袂使，拢袂使，吼，拢没收，拢袂使举啊。无效啊！伊囡仔有会当用任何一种方式去做这件代志啊！你讲平板敢袂当连线，所以我会感觉讲吼，咱今仔咧讨论这个话，这是多方向啦吼。啊，毋过咱或许当坐落来讨论讲吼，在学校方吼要怎么去协助咱这个部分啊？咱伫咧家长吼，伫咧家庭，咱要安怎做去行这个囡仔当达成一个共识吗？吼，蔡老师，我想要甲你。停喺遮吼，要甲你请教，就是讲，咱人类吼有手机啊，这个经验是全新的这个经验。因为过去吼，比如讲有酒啦吼，啊毒品啦，迄成瘾吼，因为你都要用钱去买吼，啊而且愈开愈多吼，啊这手机啊毋是呢，这有当是家长弹落去，伊就开始吼，敢若食酒安尼就掉起来啊。这全新的这个经验，有当啊透过过去传统的戒瘾的这种方式去甲戒除吗？但我刚刚主持人头讲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成瘾这个定义是啥？我感觉讲咱一个卫教吼，咱民众会当拢知影吼，就是讲伊用这个物件啊无用吼，咱食薰啉酒吼，啊无食足痛苦的吼，啊你只禁起来也足痛苦的吼，无阁袂使吼，用的时间愈来愈长，因为咱一定有做一个调查嘛吼，即摆台湾的囡仔学生的使用一天吼拢超过5小时，啊为什么会影响的原因就是因为伊会造成伊的注意力分散吼，所以又无法度专心学习。像老师嘛有咧讲，你打一个上课吼，叮，啊有咧睇。有啦，这外国人，我看这吼，英国禁止啊手机啊吼，学生的成绩平均提升到6.4%啦。啊吼，这荷兰哦，讲去年吼，全面性禁手机啊，75%的学生吼。更加专心咧上课，张老师听了应该真欢喜，吼，安尼教课的时阵真轻松、真松势啦。但是吼，我来问詹同学，他怎吼？你已经讲，你有学校有病房车，但是敢若2台，无够用。但是我也问讲，如果若有通替代讲，即马班有10班，还是啥？班有冷气，吼，还是讲？生生有鲜奶，还是讲生生有平板，这个有当解决。我是感觉讲，就是阮家己的物件，如果这个病房是伫阮家一学期，还是足久的时间，可能有办法改变。啊，如果只是1天2天尔，啊，阮要翕相还是啥，阮阁要传资料转来阮的家己的手机啊，再去做这个报告安尼，啥的。我是感觉有很多的改变啦。啊，因为恁即马甲学校有小可安尼，敢若意见无共款，而且有敢咧抗争嘛。有听过这个代志。吼，啊，老师的理由是像头头我讲，你看人荷兰全面性禁手机啊，75%搁较专心啊。对啊。啊，这是对啊，但是恁的理由用通接受无？讲袂使，你为着恁即所的，恁即几个，我规个人拢开去安尼。我是感觉这，阮以后嘛是爱用这个代志，阮要学安怎用，而毋是讲你直接甲我限制，甲我限制，对。因为真济吼，我会记得阮读高中的时阵，阮咧算做高中吼，大家高中。国中的时候，拢种说叠甲安尼真厉害，啊！但係第一志愿考调啊，考调入去了，但係开会，吼，头一摆即个月考吼，大概拢60分以下，吼，拢开会去。
啊，就是有种情形，就是讲啊，袂让放松去，啊，放松规拢规划去。即卖学生，恁认为大家已经开始适应着自由、自律，啊，家己要安怎主宰家己的即个行为，啊，负责家己行为的效果，所以你认为无必要再做创这种代志。我是感觉讲，阮有必要去管理阮家己啊，哦，就是无爱像以前安尼，可能较严。啊，你有赞成他蔡老师所讲，就讲每一个人拢有爱有即个机会，甲平等的即个机会，然后训练家己自律。对啊，就是讲应该要先相信阮，先甲阮相信讲，阮袂去算手机啊，伫咧课堂顶悬安尼。所以恁具体的诉求就是讲，你莫甲收喺养鸡场内面。就是你袂当直接无相信阮。会直接算咧手机啊，应该先相信阮，啊，阮家己会使管理。啊，如果袂使，册包内面。啊，上课莫摕出来。对，尊重老师安尼啊。哦。看老师上课是安那的，伊如果接受你查资料，你就会使。啊，你会当接受讲，若是上课时阵，恁不自摕出来的人，爱甲做罚款啊，罚则较重的。如果有影响到阮平常咧上课，我感觉会使，就是有即个我提出来家己，我提出来我家己算迄落迄个电动玩具，我也无插着人啊。啊，就看伊敢有甲老师尊重啊。啊，老师如果无爱管，我嘛无法度。你嘛无法度。对啊。老师啊，这要管无？拖大气。哎。其实我甲我有讲，就是管甲唔管对老师来讲都是难题。阮其实全高中老师，你张是写啥物？哦，我其实我想要讲，阮管理吼，好啊。来，你互咱看一下。咱即摆先来看一下吼，这是其实阮旧年立法院啊公听会的时阵吼，阮有做一个简报，然后就来讲，即摆为什么你感觉管甲唔管，其实对学校对老师来讲都是一个难题是。因为以阮做教育者的立场，讲正经的，手机啊，这个物件，就做像毒品的。你即摆叫一个叫每一个人啊，吼，其实你的唔管你的自制力有偌好，你放一个毒品一边啊，然后甲讲你唔通碰，你绝对袂碰，吼，你爱忍耐家己莫碰。我感觉有当时你真的是受考验人性啊。啊，毋过转来咱的学校的现场来讲，要管理其实。是真诶有足大诶困难。我先来讲一下吼，咱即摆现实咱来管理诶方式吼。即摆管理差不多第一个就是咱全校统一的来做管理吼，啊无就是讲各班吼，回到班级内底去管理。像阮学校其实就是等去班级管理，我有放一个袋子吼，你可以放对，对，你会去放吼。啊，搁有诶就是呢。有任课老师，你家己来决定，吼。有的任课老师伊会管他严吼，伊就要求人咧做，嘿。啊，有的就是唔管吼，也是用什么方法吼，任课老师该管。啊，有的就是干脆的唔管，吼。所以差不多拢是差不多这类型啊。那对阮来讲吼，其实对学校来讲，管理手机啊这个代志，阮马上会想到一个物件，就是尤其是全校管的，你放伫学务处啊，放伫校安迄边，物件今日也歹去啊。还是无去啊，上来赔即个钱。有当时啊物件歹去，还是讲啥物，迄就像罗生门共款，你嘛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因为全校可能1-2千支的手机啊放伫遐，迄其实也是像 Apple 啊，咱莫讲 Apple，一支1万块就好啊。安尼迄个校安，还是迄个校务处吼，伊就是变全校上贵的所在呢，1-2千万都伫遐，物件无去啊，送赔。这其实对阮管理的人来讲，是一个足大的责任，足大的责任哦。啊，搁有在管理的问题内底吼，阮会拄到足侪问题。像啥物问题呢？像讲家长今日也无配合咧，有的家长无爱配合啊，伊会讲你为啥物要收阮囡仔的手机啊？啊，我就是明明我就是要联络伊啦，你来甲收走，我就无法度联络啊。啊，万一阮兜出啥物代志，啊无法度联络，你要负责吗？其实我拢有拄着这种代志哦。搁有甲我讲替代品，就是 AB 机，吼 AB 机的问题。你也无爱到手机啊，还是你上课时候你偷偷啊用，你嘛毋知像我放伫
口袋内底吼，还是讲我放伫抽屉内底，我嘛是有拄着有囡仔会偷偷的摕出来用啊。搁有上课的秩序，其实就我甲我讲的迄个例啊，老师今日也管唔管，我今日也管呢，可能有师生的冲突吼，就开始配叫啊。唔管呢，其他囡仔绝对会学啊。就是有样学样，吼，咱嘛袂当怪其他囡仔，所以这对学校来讲，拢是对老师来讲，拢是足大的问题。尤其是起码基层的老师，上惊的是啥？拄着无肩膀的行政人员，今日也对着代志，就是啊，就是老师唔对，送消失会议，安尼要安怎？那搁有其他的讲吼，像讲比较的心理，囡仔的比较。尤其是每一个班老师管理的严甲松无共，囡仔就会开始比较，这个老师较好，上伊的课会当算，这个老师较歹，因为管修严嘛，感觉伊可能较机车啊，啥物货，对，就这种比较的心理，其实对老师来讲嘛是有足侪压力的。所以伫咧管吼，对咱来讲，好玩的管理的层面的代志，甲我有讲诶，有管制的难度的问题，吼，甲我预谋伊其实讲得很好吼，就是管到底伊今日有。不同的载具啊，手机啊，好平板、笔电，好，还有智慧型手表，好手表啊，好，佮有像个人行动助理，迄拢是算是行动载具一种。那是全部拢爱管吗？还是讲咱安怎管、安怎限制？这其实伫教育部伊的办法内底，咱拢无看到。那对阮的基层来讲，阮得很混淆啊，唔知影安怎做。学生即摆拢足巧的。伊就会开始，你无讲，我拢会当做。对，你其实你有讲，伊嘛会做啦。吼，所以这就是足大的问题。搁有管控的成本悬，这成本吼，就是不管是人还是时间。像我高中一节课50分钟，我可能一日来管手机啊，我就要开10分钟哦。哦。一个班算35个人。35乘以10，350分钟，就浪费伫你管这顶头，佮无一定会当管得好。那对阮高中老师来讲，阮有足侪的竞争的压力。这压力要安怎咧？我到最后我就无法度管啊，我就一定爱甲我课上了就好啊。所以这嘛是一个足大的问题。所以包括讲家长、学生反对，简单讲，你就希望教育部爱出面，爱好好讨论了后，来形成全国一体。但是这个后壁我甲我，其实我头前有讲一个问题，就算办法定出来啊，到最后要安落实，你要安让孩子有感，这是一个很大，即马其实足大的问题，这嘛是基层，尤其是学务人员，因为同意要遵守你的规则，然后这是大家。即马都觉得很难处理的问题。这讲着吼，咱过来去法国来听，法国咱林教授，对，主持人，他拄啊张老师讲啊，我教学现场你上好，你有一体适用的这个规则，而且有一体适用的这法令了，要安怎落实？要来管理的时阵，我开了真侪教学的成本啊，这是要安怎来落实？还是讲，像头拄林教授讲的，你的家长吼都要有自觉伫处理，就开始自我以身作则，你食饭的时阵手机收起来，困的时阵统一充电，安全都安全呢？林教授。对，我是感觉讲吼，该做的拢爱做啦，教育部爱做，老师爱做，家长爱做，大家人拢该做的拢应该爱做，因为其实咱家己想想，有的时阵毋是讲囡仔尔，咱大人真正大人要家己控制，讲用较少的，拢有一点仔困难度伫的啊。所以讲到底，其实嘛是即个素养的培养啦。讲互安怎做，他真正像咧拄老师讲的，安怎互囡仔有感，安怎互囡仔感觉讲真正打从心底嘛认可讲对。这真正手机像咧毒品共款，咱个爱设计，袂使讲，阮即摆逐个拢知影讲，囡仔袂使食薰，袂使啉酒，你个爱等候18岁，谁讲即手机个只安尼放任，对无？所以其实这是会使好好逐个来讨论，这真正我真正嘛足欢喜讲，互即摆逐个做伙伫讨论即个话题。你拢安怎甲你家己处理的囡仔讲即项代志？
这个手机啊嘛，其实我感觉讲，我无太需要讲一直讲呢。其实因家己知影啊，因家己知影讲手机啊用济，就是会互你变成讲你读册的时间个变少啊。以前咱细汉的时阵，较有即种物件咧，逐个就读小说啊，读啥物报纸啊，读杂志啊。我迄阵读小说，拢叫老爸扒头讲，你正册我去读这小说。系啊，读小说连环小说一大堆，迄个咱迄个时阵，俺个有迄种培养即种专心注意读即种足长的册啊。所以我即摆较烦恼的就是这，就是囡仔拢去用手机啊，安尼足短的物件，种安种刺激了，无法度讲培养迄种长期的读册阅读的即种能力啊，无法度讲。所以老师，我甲你请教吼。如果我若是讲你手机啊，莫摕，你手机啊莫摕，我摕一个更较趣味的电子册，互你来读，安尼有替代作用无？对，嘛是有替代，但是我嘛是感觉讲，我看渐冻我是无同意的。其实另外一方面嘛是，大家爱较用时间去陪囡仔啦。比如卡明开讲啊，问讲学校代志啊，还是做伙即马桌游足济啊，大家做伙坐落来，做伙耍扑克牌啊，伊再耍扑克牌，看囡仔陪伴因，这其实是一个，当然个变成讲爱大家用时间啊，用精力啊，大人嘛爱甲大人的手机啊藏落啊，先做互囡仔看，这是一个重点。林老师，今仔日咱会来讨论这项代志，就是已经代志就发生了。这个代志发生了，就是讲咱要来自头过来培养哦，已经我必须要坦白讲，已经是来不及了。那么来不及了，我唔是遐悲观啦，我的意思是讲，那么。咱有啥物方式会当马上来做的啊？而且会当。所以教育部个爱用法律的规定，先为顶头啊有一个法国就是安尼啊，因2018年的时阵，个有法令个出来啊，讲学校内底袂使有手机啊，但是因的确迄个实施顶管有一寡。较困难的所在，所以较为今年开始，今年度全面广泛禁止讲真正爱喺学校拢落实施，所以比如讲学校即马个开始有各式各样的什么隔离箱啊、茶啊，拢开始即马慢慢要落做，要落推行安尼。哦啊，学生无反弹吗？无呢，学生啊，拢有伫讨论讲，你毋是变出麻烦，要开始上课进前，爱有一段时间拢伫处理这，所以嘛是伫法国遮，我嘛是感觉讲，伊可能即马即个法条内，嘛是爱有一个试用期，可能用一阵仔，我伫想，可能明年要较个会改一寡较细微的试用方法的呢，有可能嘿。是。啊，林教授吼，简单一家句吼，你来听阮另外咱的这个民主协会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吼，张生理事长，你睇下讲吼，这个法令的讨论应该爱三角作为所有的利害关系人，拢爱到位，啊，家己实际用的这个情形来定规则。但是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讲，这对人权。敢会使讲到这是人权的问题，还是讲无啦？这有到人权的问题，这是大家有共识啊，社会的风俗，还是讲社会惯习的讨论啊。但是既然是社会惯习，何必要用法令来制止、来规范呢？所以讲，咱以前可能是新的毒品出来时阵，迄无法律的规定啊。但是咱若是经过若是立法院的程序啊，各有主管机关的程序，将它视为是一种有害物质啊，咱就会使用法律，还是用规定去改管啊。所以即马若是咱是想讲手机这种的规定是无法应付即马新的社会的形态，咱就会使来讨论啊。我想讲讨论有2种场合，一种就是立法院，还是讲教育部
咧讨论的时阵，咱也是家长啊，搁有老师啊，搁有学生啊，做伙来讨论。啊，一种就是咱即马伫咧学校嘛有这校园呢，我们校内的这种会议啦，哦，其实有就这款的这种的会议。啊，即马的校园的会议嘛有学生的代表，啊，但是即马就是讲无这专门咧讨论手机啊这种。不同的载具啊，不同的情境被安怎管的这种的会议，全部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校园的会议，就是杂在一起讨论啊。所以讲，起码我是想讲，面对不同学校，因为不同学校校风可能嘛无共，啊，不同学校不同老师哦，伊的想法可能嘛无共，所以讲教育部爱有较明确规则，告诉学校讲，你会使来在什么情境下，好制定什么样的规定。啊，若是讲原则是要统一收，好，那你也要就亲像对啊老师讲的，那是遗失怎么办？啊，无去啊要安怎？啊，那是破坏就是有损坏，你要安怎去证明讲这是多一个人，伫多一个规定讲，好安尼损毁啊，好，那真的损毁是。老师要赔偿，还是讲好，还是讲教育部、教育局、地方主管机关会使有这经费，给你类似保险这样的几种做法配套啊，所以讲不是一个规定一纸公文，安尼就会使解决嘞。因为你要甲保准的时阵吼，譬如讲我比一个例，可能无一定足歹啦吼。譬如讲，咱上车去保养。上车去保养的时阵，保养的修理师傅来讲，哦，先生吼，你这车啊，咱即摆来看四角位啊，哦，咱即摆是状况是安尼，啊，甲你翕相，哦，啊，我甲你收起来，哦，我上车原车互你的时阵，先生，你这本来就一起吼，这就是本地来爱相片伫遮吼，这毋是阮哦，啊，咱咧收手机啊时阵，敢有法度安尼？对，所以讲咱嘛知影讲，即马有个别学校啊。除了以前咱有资讯股长，啊，即马还有这手机专门收手机的这种股长，专门负责要收取或管理手机啊。但是就亲像刚对啊主持人讲的，老师刚说收手机以前，就这程序你要放进迄底下来底下是安怎？即马还有你爱看这手机你送来的时阵，是正常使用的，是可以正常功能的。啊，即马我知影讲，你放在那边那是坏掉的，是因为你囥遮哦啊，虾米人去误掉啊，是安怎？我是想讲，到有一种科技的方式吼，你只要来入来校园吼，上课时间我所有的网络就甲你登去，互你莫用。啊，你要用的人要有 password， 要有密码，安尼就大家都吼，拢自由去啊。哦，你摕啊嘛无效啊。这学校敢有通安尼处理？用科技的方式啊，对不对？其实咱即马校园网络就是安尼啦。校园网络你需要，但是是 WiFi 嘛，嘿，就是我规气你甲电信台，我基地台啊，我基地台拢甲你，迄阵时我就甲你锁起来啊。伫矫正学校内底有安尼。吼，对嘛？嘿，因为因会甲按监督，你安尼会当接受袂？会当。会使嘛吼，就上课的时阵50分钟你莫用，下课时阵放开，啊，你要上你去算。对啊。啊，大家就免收，吼，大家啊免费去。我唔知影赵老师是安怎看。我头一直听大家咧讲和分享，啊，我感觉拢足重要的，啊，毋过大家拢伫遐想讲政策面，啊，我心理师嘛，吼，一定想讲囡仔的心理是咧想啥，所以我好一直咧想讲，囡仔一直要用手机啊，啥咧一直要举咧，手机啊是为虾米吼？我感觉咱或许伫咧讲咱家专家学者会议吼，咱是毋是会当把例如讲心理师嘛是纳进去，因为伊内底有一寡心理依赖啊、安全感啊，他讲的自我认同的物件伫咧内底。咪讲大家即个手机啊，迄支手机啊，是迄支手机啊带来的物件是啥物？吼，为伊是安那一定爱有迄个物件，啊无迄个物件。啊，第二点的时阵，伫遐你讲，咱也伫迄个这过程当中，吼，你讲咱就要把手机降低使用后啊，吼啊，伫个过程当中，囡仔可能遇到一些什么焦虑啊，吼，啊无手机啊用啊，是无朋友啊，吼啊，像种心理状态的，无写交资本，对，就这嘛真麻烦的哦。对，所以咱要啊知影讲
听有囡仔讲为什么伊要用迄个手机的原因，啊，咱会当把这个原因放入来参考，啊，咱即摆要制定这个策略的时阵，这个政策的时阵，囡仔嘛会感觉讲，有道理，因为你有替阮想嘛，头你伫咧共产同学讲，啊，你爱听我学生爱声，因为你想要没收是我的手机啊，吼，啊，恁大人拢要用，啊，拢叫阮拢袂使用着。伊安尼讲对毋对？有讲到你的心声无？有，就是爱甲阮讨论啦。爱甲恁讨论。对啊。啊，如果大人若都坚持讲袂使，我甲你讲，即个哦，教科文组织哦，2023年报告讲毋通过度使用智慧手机啊，啊是要禁止到什么程度？对啊，就阮毋知影，事情拢无先甲我讲。人讲哦，细汉时无带几种话哦，大汉了啊，注意啊。